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6年1月1號星期四，11場田草 B+2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。想分享下場次307。4班2000米12號馬烽火行雲，孭121磅9檔起步，直路初俾前面啲馬封住，最後200望空後上咗摩打，慢步速賽事差啲衝贏，輸頸位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309 4班1600米1號馬安都孭135磅1檔起步，最後200透出灌注到底，做出1班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同場另一隻5號馬嘉樂寶區孭121磅14檔起步，臨場76倍大冷門，出閘在馬群之後切入，直路初至到250米處之間受困，未能望空，網騎落好反應，輸個半馬位，快過3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